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有中心的圣经启示录17章14节到15节。他们要跟羔羊作战，但是羔羊要击败他们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他所选召忠心随从他的人也要得胜。天使又对我说，你看见那淫妇坐着的水流，就是指各民族、各种族、各国家和说各种语言的人。这个淫妇，这个女人，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，也就是指着这个世界背后的权势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正从世界选召一般忠心的基督徒，成为基督徒的精兵，与羔羊主耶稣一同征战到底，得胜到底，在勇士的荣耀里与坐宝座的羔羊一同作王掌权。这群忠心的军队甘心与羔羊同受苦难，不与世俗妥协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，死心塌地地爱上羔羊主耶稣。羔羊主耶稣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的眼目充满耶稣，以耶稣基督为标杆，要完全得着耶稣的同在，也要完全被耶稣得着，被耶稣征服，不让血气、肉体、天长感情征服自己。英国的微伯们开始为主做工时，听他讲道的人一天比一天多，礼拜堂也盖得很大。穆迪牧师听见他的名声，特地去听他讲道。穆迪进了礼拜堂，暗暗地坐在聚会中。聚会晚，由于微伯门牧师认识穆迪牧师，下了讲台就去找他，请他有话直说，不必客气。穆迪牧师说，你讲道中所提到的是一个失败，不是成功，因你生命有错误。微伯门牧师听了，虽然不高兴，但他心里知道自己有个问题，爱妻子、爱儿子过于爱主。一连2周、3周，他心中很难过。最后他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没办法不爱我的妻子跟儿子，求你做工在我里面，使我能顺服，能明白优先秩序。神真的做工，使他知道如何正确的爱妻子、爱儿子，住在爱中，与主有不间断的交通，真实的把耶稣摆第一位。他被称为爱的使徒，在爱中服侍，他爱心的见证遍传各地。他每天从早晨到中午的时间，不论在户外或室内，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祷告，与主有亲密交通，与羔羊耶稣同在。下午同着羔羊主耶稣到镇内，忠心的做探访事工，帮助穷人，并在济贫院传讲神的事。他是一位在爱中得胜的基督精兵。基督精兵内里的特质是与主有爱的亲密关系，因爱而顺服。当我们单单爱耶稣，并专心寻求主的心意时，他一定会向我们显现他的旨意。有位忠心服侍了30几年的牧师，
一直很被神祝福，但在成为牧师之前，因为个人因素和经济因素，他经历漫长激烈的挣扎。有一天晚上，他面对一个重大决定，明天就得拿定主意，这决定会影响未来好几年。他祷告到深夜，大概凌晨1点半时睡着了。大约在2点左右，他的房间充满了神的荣光。他看到一个人，看不清楚他的脸，但知道那就是主耶稣。他感觉有只手落在他的肩上，听到有个声音说：喂养我的羊。他顺服了，因为他爱耶稣。当你愿意降服在主面前，委身于他，回顾来时路，会发现神一路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都充满有意义。主在这个阶段的带领，尝试为下个阶段铺路。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关键，我们必须对主耶稣有清楚足够的认识，才能领受主所托付的任务。我们真认识主，就会越多这样回应：主啊，请差遣我，你要我做任何事，我都愿意。有这样一颗愿意顺服的心，羔羊主耶稣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会跟随他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你选召我们，要我们忠心随从你，要我们一生一世爱你，使我们在得胜的忠心行列中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